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2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篇，耶利米书第13章12节到19节，使徒行传13章26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之子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是上帝应许的救恩，如同以色列人民领受了上帝的呼召，他们跟随上帝之后，就成了上帝的选民。另外一种称法是上帝的子民，他们是上帝应许之子。如同保罗在写给加拉太的基督徒们所说的话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举一个例子。当两个人同意某一件事情，并且签订了契约，没有人能够有所增减。同样，上帝已经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了应许。圣经并不是用向子子孙孙指多数人，而是用向你的子孙指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如果你们是属基督的，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会承受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这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3章15节到16节，还有29节所说的。每一个领受了上帝救恩之约的人，都是上帝应许之子，是亚伯拉罕信仰的孩子。但若不接受、不反省、悔改，就必走向自己所选择的灭亡。耶利米书13章12节到19节的经文说道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对我说，耶利米啊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，把每一个酒缸都盛满了酒。他们要回答，我们知道每一个酒缸要盛满酒。你再告诉他们，我上主要用酒灌醉这地方所有的居民。大卫王朝的君王、祭司和先知，还有耶路撒冷居民都要喝醉了酒。我要粉碎他们，使他们不论老少彼此冲突，好像酒缸相碰撞一样。我绝不怜悯他们，不爱惜他们，也不同情他们。我一定要灭绝他们。以色列人啊，上主已经这样宣布了，你们要谦卑留心听他的话。在黑暗没有来临之前，你们没有在幽暗的深山绊倒以前，要荣耀上主你们的上帝。在他还没有把你们所期待的光明转为黑暗之前，要荣耀上主你们的上帝。要是你们不听，我要因你们的狂傲暗自哭泣，也要痛哭流涕，因为上主的子民要被掳走了。上主对我说，去告诉王和太后，叫他们从宝座上下来，因为他们头上华丽的冠冕已经掉落了。犹大南部的各城镇被敌人都围困着，没有人能够替他们解围。犹大的人民都被掳走了。基督徒也是上帝应许的子女，如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，凡是相信的人都要得救，如同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们。使徒行传13章26节到34节提到，诸位同胞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所有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啊，这拯救的信息是传给我们的。可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领袖不知道他是救主，
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宣读先知的经文。他们把耶稣定了罪，到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虽然他们找不到定他死罪的理由，仍然要求比拉多处死他。他们做了先知书所记载关于耶稣的一切事情以后，就从十字架把他取下来，安放在墓穴里。可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在一段时间里，他好多次向那一些曾经跟他一道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去的人显现。这些人如今在以色列民间成为他的见证人。我们现在把这福音传给你们，借着耶稣的复活，上帝应许要为我们祖先成就的，已经向我们做子孙的实现了。正如诗篇第2篇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做了你的父亲。关于使他从死里复活永不再死的事，上帝这样说过，我要把应许给大卫，那神圣可靠的恩典也赐给你们。诗篇第1篇，不听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跟随罪人的脚步，不与侮慢上帝之徒同伙，只爱慕上帝的法律，日夜默诵不倦，这样的人才算真正的有福。他像移植溪水边的果树，按季节结果子，叶子不凋零，他所做的事情样样顺利。邪恶的人不是这样，他像彼糠被风吹散。邪恶的人要被上帝定罪，罪人要从义人的群中被淘汰。上主关怀义人所走的路，邪恶的人却走向灭亡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成为你的儿女。愿上帝的救恩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救恩的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